教育部准备要启动后一波课纲的修正。教育部长陈英耀昨是表示讲法令是无规定讲课纲得爱10档修一遍所以中小学课纲只会淡薄仔调整。林焕仪早起嘛办课纲的公听会，有老师佮学者是建议讲，自然科必修的时数应该爱对12学分调悬到16学分，学习日程档案嘛应该爱重新来检讨。真侪届批评108课纲无体，北一女中的国文老师侯桂枝出席立法院的公听会，继续来批评。侯桂枝表示，多数的学生自主学习拢是无效的，多元学习拢干那学表面，各互学生压力拢真大。一纸行政命令可以停止108课纲，旧的课纲先暂时进行，然后再赶快设计新的课纲，我们就能够让现在全部陷入灾难的悲剧立刻停止。谢谢各位。侯桂枝甲家己大学的教授吴坤才主张108课纲应该直接停止，互在场有共款立场的民众拢甲因拍扑啊。不过其他的团体甲思想是无这款的主张。我们应该直接改用跨域活用一词，清楚，每个人的概念都一样，不会搞混。自然科学的必修课程的时数，能够从现在的108课纲的12节，就12个学分。能够调整到16节。出席的教育团体代表，一位高中老师是建议讲，课纲强调的素养应该改做跨域活用。高中自然科的必修爱对12学分调悬到16学分。另外，学习历程档案是要创啥？伫学生入学的时阵，就应该爱对学生甲家长来讲清楚。因为教育部长陈英耀伫29头一天去部务汇报的时阵就讲明，118课纲无存在，后一波中小学的课纲才会调整。我们法令也没有明文强调，我们一定要每10年去改课纲一次，所以就118课纲这个事实上是不存在的。陈英耀表示，后一波课纲才会小可调整，会愈注重加强人才教育品质。国教明是呼吁伫咧调整课纲进前，教育部应该先针对108课纲来提出检讨报告。记者综合报道。